嗨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我頻道。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手撳個 like 先，多謝大家。哇，啲粥都煲得幾好食，很好吃，這種很好吃。上面出租啊？那一個影下先，好看。這個是什麼東西啊？豬仔奶黃包。奶黃包，哇，好肥，好肥。問下妹要唔要？你問下先啦，問下先啦。哇，謝謝。呢度服務態度一流啊！等一下吧，他們已經叫了那個，可能那個臘肉臘腸太油膩，我根本就不想吃東西了。昨天晚飯都沒有吃。啊！我食晒呢個粥都幾好啦。但係咧，我好中意食牛肉，一定要食嘅牛肉。不過呢度啲嘢我都應該咧，每樣都試一試。啲牛丸都好食啊！喂，佢依間嘢咧冇裝水晶燈啊，幾慳皮啊！一般啲酒樓有裝啲水晶燈噶嘛？呢班條佬，好滑啊啲牛丸，好好食，有陳皮嘅香味。但係好似略略鹹一啲啫，但係 OK 嘅。佢嗰間係落味、落鹽落多少少，但係幾滑，算係咁啊，幾好，係。我第日會請翻佢㗎。唔係話人哋請係搏命食嘅，要食得落先得。是什麼東西？不吃不吃。是什麼東西？麵粉。麵粉嗰啲蟹柳架㗎嘛。係啊。我唔食嗰啲麵粉。我食呢個豬仔包啊，真嘅。呢個豬仔包，錫啖個豬嘴先。錫，錫下個豬嘴。裏邊啲奶黃料都好足啊，好香啊啲奶黃。不過其實好鬼易肥嘅食呢啲。係咪食嗰啲台山炒米粉啊？昨天吃那個台山炒米粉啊，哇，太好吃，很好吃啊！然後呢，我就想吃完這頓再說，再說減肥。這一頓吃完再說。我爸爸他們老家是台山。
习惯是台山，但是我们出生在佛山。啊？那个辣的，我嗓子不好。好多黑椒。係啊，我現在在拍自己，沒有拍你們。好，試下個腸粉先。哇！啲腸粉都好好食，越整越多人嚟。好，暫時不要，謝謝。暫時不要，謝謝。要什麼？什麼？榴蓮？哇！呢個咩嚟㗎？紅米腸啊？我食緊呢個。哇！紅米腸係啊，係啊，我食緊。有油炸鬼喺裏邊。唔係油炸鬼，油炸鬼好似好多。油炸鬼喺裏邊㗎喎。唔係啊，嗰個係蝦嚟㗎，蝦嚟㗎。你係炸過嘅。係啊，好脆㗎。沙聲。咩腸啊？呢個？什麼腸啊？裏面係咩嘢啊？裡面是什麼東西啊？哦，齋腸。哦，齋腸，不要不要，謝謝。哇！食下呢一嚿，我呢幾日咧我都想買榴蓮，不過又好驚肥。哇！好靚啊啲榴蓮，真的很好啊。喂，攞多一碟俾佢食啊！榴蓮呢個幾好食。佢正難食。榴蓮切片佢食好多啊。呢個好食，整得好食，很好吃。喂，這裡很好吃，這裡的食物都很好吃。冇興趣。試下呢一嚿韭菜餅，呢嚿有價值啲，起碼有啲菜喺裏邊。呢嚿好食啊！裏邊有豬肉啦，有馬蹄啦，有韭菜啦，有蝦。咩啊？唔食啦，一嚿嚿啊，飽啦我都。飽啦，我開始飽啊。係要減肥啊！你啊，跟住好鹹啊！呢個師傅好鹹應該講，呢個師傅偏鹹，這個師傅飯鹽比較重手一點啊。呢個師傅有啲鹹濕。
佢牛肉咧，如果係落啲馬蹄仲好食，或者落啲咁多肥豬肉啊，佢冇呢兩樣嘢食唔出。係啊，滑啲嘛。係啊，個個師傅唔一樣手勢。嗰啲韭菜餅咧幾彈牙，同埋有啲馬蹄裏邊咧好脆。啊，又俾埋我，佢哋要食㗎。嚇唔俾佢食，幾好啊！食多一個多啲菜。喂，成嚿俾佢啊！俾佢食成嚿啊！唔係，佢發大道呢區啲屋係特別細啲，即係樓梯咩窄啲。咁你如果你話大家咁多錢咁啦，佢間屋會細啲。因為咧，佢呢度等於即係貴咗100蚊到，同86街啲屋比。係啊，1700蚊啊！哇，咁值錢啊，土庫！哎，那廣東人那裡都聽不懂啊，哈。只是跟你說個笑話而已。喂，香港人罵人啊，不講出口，他們用水果來代替。士多啤梨橙，飽啦，走啦，哦好啊，係啊，我聽到話嗌埋單。小點7蚊，中點19個8，大點11個9，特點6個9毫半，頂點15蚊9，喺呢個特大點20蚊，82蚊，82，老闆付錢，下回我請，下回我請客。5個人食。呢集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，好多謝大家睇晒我條片啦。如果中意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多啲點讚，多啲訂閱，多啲留言。下集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